好，来继续这个拍卡墙来摄热，寒冻的物件来摄热，或者是也未付到便所，热就甲放落去，这拢互人真困扰。过去除了这种的热湿禁，拢是食药啊，或者是镭射开刀。即摆佫加一种的选择，浸泡治疗，一礼拜一改，无需要麻醉，嘛免食药啊，就会当改善摄热的镜头。规工伫走便所，毋是热袂顺，就是拍卡像寒冻的物件时，容易产生流热情况。女性天生热度较低，发生流失禁的几率比男性较悬。过去治疗拢采用药物治疗或开刀，但是即马有新的疗法。在施打的部位造成它的肝细胞的增加，血流新生的一个增加，它组织的一个再生的一个观念，来达到治疗的目的。过去拢用伫骨科疾病治疗的浸泡疗法，即摆引进泌尿科，免除过去开刀用药副作用，就会当改善流失性骨盆疾病。该上的时间没有去上，该不上的时间他想要上，我现在可以2个小时解一次尿。浸泡疗法是属于非侵入的治疗，一天的疗程大约是15分到20分，一个疗程是4次到8次，若是无副作用，成效嘛真好，是治疗流失性妇科疾病的新选择。